今日傾一個超火熱嘅話題，關稅。阿 Trump 一上台就發起咗貿易戰，關稅真係會令到物價飆升，還係可以幫美國揾大錢？大家好，我係智多星，我會用最簡單嘅方式帶你去睇清關稅嘅真相。如果你都關心自己嘅銀包同埋全球經濟，記得點讚訂閱。我哋開始。首先，關稅係咩？簡單啲講，就係對入口商品徵收稅項。例如，美國對中國貨徵收10% 關稅，中國貨物入口美國就貴咗10%。聽落去好似中國嘅貨品變貴咗，但件事唔係咁簡單。經濟學上有一種叫做貨幣抵消機制，咩意思啊？如果美國加關稅，中國嘅貨品會賣得少咗，人民幣可能會貶值。例如人民幣貶值10%，咁中國嘅貨品嘅美元價格就冇變動，咁就好似關稅同貨幣互相抵消咗。回顧返2018年到2019年，阿 Trump 對中國加咗18% 嘅關稅，結果人民幣貶咗接近14%，美國入口嘅價格都只係漲咗4%。呢個話俾我哋聽，關稅唔一定推高物價嘅，但係背後嘅貨幣遊戲非常之重要。咁究竟關稅到底影響緊啲咩？我哋嚟睇3個 key point： 通脹、貿易同埋收入。第一，通脹。好多人擔心關稅會令到超市啲嘢貴咗，但如果貨幣抵消生效嘅話，就好似剛才咁講，美國消費者可能感受唔到呢種變化。2018年到2019年嘅數據顯示，美國嘅通脹幾乎冇咩點喐過，甚至乎仲降咗啲。第二，貿易。如果貿易抵消得好強勁，而入口嘅價格唔變，貿易嘅流動就唔會大變化。但係如果冇抵消嘅話，入口嘅貨品就會變貴咗，美國人可能少買咗中國貨，繼而支持本地嘅產品，貿易嘅平衡可能改善咗。第三，收入。關稅能夠為美國國庫帶嚟實質嘅收入。如果貨幣抵消嘅話，中國嘅消費者因為人民幣貶值而變窮咗，而美國卻能夠收咗稅，等於外國人幫美國俾錢。呢個就係阿 Trump 中意關稅嘅原因之一。阿 Trump 對中國施加咗145% 嘅關稅，而其他國家都只係10%。聽落個影響非常之大，呢個可能幫助到美國製造業復甦，但係都存在非常之大嘅風險。如果貨幣冇抵消嘅話，物價真係會上漲得好勁。同一時間，中國對美國報復咗125% 嘅關稅，可以咁講，關稅係一把雙刃劍。好啦，我哋講咗關稅嘅真相。佢唔一定係通脹嘅怪獸，都可能係貿易談判嘅利器。阿 Trump 嘅關稅政策已經開始改變緊全球經濟格局。你又準備好未？你又覺得關稅係好，還係唔好？留言話我聽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請點讚、訂閱、撳鐘仔。下次見。